推开客籍刘家宅院，铺满石头的广场和红砖瓦三合院，马上让人有时空交错的感觉。这里是清朝举人刘定山的故居，至今超过100年历史。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伙房，是刘定山在这儿开基立业的见证。因爱好武学，后代子孙特地将他的大关刀和肖像挂在大厅之上。哇，这8瓦斤呢，700公斤。这是你的阿祖留下来的。嘿啊。啊，他那个时候是要干嘛的？这是在冲啥？脸部。以两汉移徽自诩的刘氏，把匾额放在宫厅内，两旁还有精致木雕衬托。虽然1935年时曾经遭遇新竹大地震，但刘家子孙细心呵护古厝，坚持维持客家三合院，展现客家质朴精神。参观典型客家三合院后，到距离10分钟路程的外埔乡走走，体验客家米食艾草包的 DIY。好不合的感觉，很香啊，这个蛮好的。它纤维很多。将刚摘下的艾草清水洗过之后，放入热水滚煮1个小时，再和糯米和糖水一块搅拌，做成 Q 软馅皮。没多久，呈现天然绿色的艾草皮就好了。包上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萝卜丝、香菇、猪肉等馅料，就大功告成。刚蒸煮好的艾草包，淡淡艾草香扑鼻而来，而这也促成了客家媳妇黄碧霞教学生做客家米食，要让这香气传承下去。嘉义南部好像没有看到这个，它就加到这边来，加到这边来就，这个艾草，那这个贵水好像就会加了，那蛮对味的，那就开始做啊。有做过这种超阿贵这种吗？小时候妈妈做，嘿。这是做这小时候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对呀，现在对怀念呐。怀念的味道在口中化开。利用1天假期，想到外埔1日游，走国道3号，在大甲交流道下，顺着联络道路，先到古厝巡礼，再开车到6分路上的刘员外客家米食，吃上一口自己亲手做的艾草包。替这1天的客家之旅画上完美句点。赞，好吃。细心呵护，100年伙房屹立不摇。细腻品尝，清新艾草包魅力难挡。台中外埔3坎村走一遭，拥有满满的感动时刻。